如今王英、我师弟还有彩雀已经先行一步去救公主，按天算的话，也快到南疆了。我本以为公主诈死脱身，却竟又落入虎口。那老妖阴险狠毒，妖术又很高，我想赶过去，希望还来得及。阿莲姑娘，在下可否与你同行？你不是禁军护卫吗？这说走就走的话，算不算擅离职守啊？我以为公主已死，自觉失职，已经辞去了禁军的职务。现在公主有难，无论是于情还是于理，都应该出手相救。没想到你对公主还真是忠心耿耿、有情有义的，也算是一个可靠、有责任的男子汉。也好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个帮手。那咱们一起走吧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上路吧。嗯。小薇，阿莲姑娘怎么不辞而别？也许是阿莲姑娘住不惯，又担心师弟，所以先去南疆了。来，公子，先趁热把鸡汤喝了吧。江湖人士就是这样，我行我素也不打个招呼。哎，由他而去吧。如果大哥在的话，你熬的美味鸡汤，就轮不到我喝了。公子说笑了。也不知道大哥现在怎么样了，老妖会不会对静儿不利？公子不必担心，我想那个老妖既然挟持公主不远千里去古宅，肯定是有其他的目的，所以我想他是不会轻易伤害公主的。但愿如此。上苍保佑，但愿静儿这次还能逢凶化吉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劝你还是省点力气吧，你越挣扎，他缠得你越紧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告诉你吧，我原本也是人，为了修炼成仙，与树木相结合，修道1000年。我本来已经吃了998个人，还差1人，我就可以得道成仙，可以长生不老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你和王英却闯进来。不但毁了我1000年的修行，而且还令我功亏一篑，还把我的义女打回了原形。你说，我能放过你们吗？你这不仁不妖、残害性命的家伙！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你真是连畜生都不如！就你这样的还妄想成仙，你做梦去吧！暂且饶你一命，等我找到王英报了仇之后，我就把你的心取出来，来救我的义女好了。你放心，我大哥一定会来保护我的，让你神形俱灭，魂飞魄散。好啊，我就是在等着他们来救你呢，看看我们2个到底谁的道行高。大哥，你在哪里？快点来救我！福曲，您总算回来了，女儿一直在等您呢。多
多谢义父帮我带来灵气，女儿的身体已经有明显的好转了。这可是用了5个年轻女子的生魂，岂能没有好转之理呀？还是义父对女儿最好。只不过你已经伤到了元神，需要多吃人心，才能慢慢的恢复。不过你放心，为父我已经找到了金黄心窍了。金黄心窍，对我们有什么用啊？这金黄心窍十分的珍贵，若是吃了它，不但可以大大的提升我的妖力，而且还可以弥补我失去的修为，再也不用在树洞子里修炼1000年了。恭喜义父获得了这世间宝物。夫婿，你放心，等为父报了仇之后，我就会拿出公主的心窍与你共享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可以恢复人形，常伴义父左右，咱们父女2人就可以长生不老了。多谢义父，女儿定会一直陪伴义父左右。我去探探虚实。你做事都不经脑子的，就这么冲进去，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？我就是想进去看看，不会出什么事的。庞兄弟，你不能去，你从来没有进过古宅，不知道里面像个迷宫一样，分不清方向。而且，老妖知道我们又来了，肯定已经布好了陷阱。有陷阱也要去啊，总要救公主吧？你给我过来啊！先听我们说完，你急什么？他要杀早杀了，何必等我们过来？没错，老妖这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我报仇，还是让我进去。我用金刀吸引他的注意。庞兄弟，你要配合我，就算杀不了老妖，也要确保不要让他伤害到三妹。彩雀，你就负责把三妹救出来。只要把她救出来，不用理我们，赶紧带她离开古宅，然后再到这儿来跟我们会合。好主意，还是王大哥想得周到。咱们3人联手配合，一定能够杀掉老妖，救出公主。2位大哥，别怪我泼你们冷水，但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？王大哥，你就这么走进去，人家老妖多年的修行又不是摆设，别说灭妖救人了，你们2个根本进不了老妖的身，更何况他有李靖这个人质在手，到时候他拿李靖要挟，让你自行了断，你怎么办？还有你，脑袋不灵也就算了，法术也是时灵时不灵的，万一到时候你的短鞭又不管用了，不仅杀不了老妖，搞不好啊，连命都搭进去了。所以你们这个计划，根本就是去送死。那彩雀，你有什么高见呢？我累了，先休息一下，休息好了，自然会想到办法。哎，彩雀，我知道我没有你聪明，拜托，如果你有什么救人的好法子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？趁现在是白天，老妖的法力没有那么强，如果等到晚上，想要救人就更难了。王大哥，我知道你救人心切，但我们这样莽撞的闯进去，不仅会打草惊蛇，更救不出李靖，说不定到时候连我们的命都搭上。我可不想给李靖陪葬。王大哥，彩雀说的没错，我们又要救人又要抓妖，需要想个万全之策才行啊。彩雀，你就是女中诸葛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早该如此啦。等着吧，我先休息一下，慢慢想。这可怎么办啊？不能让王英和那个傻小子看出我是妖，也不能用法术。庞兄弟，你的咒语时灵时不灵的，到底有没有准啊？王大哥，除妖法术讲究心念合一，我修行尚浅，需要刻苦努力才能提高修为。哎，不过师傅说过，邪不压正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灭了老妖，救出公主。哦，俗话还说道高1尺，魔高1丈，他是妖，你是人，除非你比他更厉害，
否则我们硬碰必定失手。我们怎么可能比妖怪厉害嘛？有办法，什么办法？找个比老妖更厉害的就行了。还记不记得我说过，我师父是个世外高人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好啊。不过，你不是说你师父已经遁世隐居很久了吗？如果突然间找他出来，会不会不太妥当？我知道怎么找到我师父。总之我自己有办法。你们在这等我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彩雀姑娘，要不我陪你去吧？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。不能去。我师父他不喜欢见外人的，我自己去就行。哦。他一个人去，能行吗？也许他的师父真的不希望外人打扰呢。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吧。不行。还是不该让彩雀一个人去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什么？你们找到了同源一心？是，当朝公主李靖就是姐姐的同源一心之人。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是谁了，为什么不取她心窍回来呢？夫人有所不知，李靖与姐姐相识，曾经救过姐姐一次。姐姐念及恩情，始终未对李靖下手。而且，姐姐钟情于李靖的结义大哥王英，更加有所顾忌，难下狠心。小维就是这样，对人有太多的感情，难下狠心。彩雀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小维尽快取心窍，以抵血月之劫。夫人，我都催过好几次了，可是姐姐一碰到王英就糊涂了，几次错过杀李靖的机会，还让老妖占了先机，挟持李靖来到南疆。那小维呢？姐姐怕王英抓老妖时会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令人起疑，所以暂时留在京城。她让我一路保护王英，并从老妖手中救出李靖。这个孩子总是那么任性胡闹。夫人，你先别责怪姐姐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劳烦您出手救出李靖，绝不能让老妖毁了金黄心窍，否则没了心窍，姐姐要怎么度过血月之劫？那好，我这就随你去。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！族长大人在闭关修炼时不慎受伤，你快过去看看吧。你先回去，尽量拖延时间，我会想办法尽快脱身赶过去的。是夫人。大哥，你还会来吗？大哥，算了，大哥，你还是别来了，别来了。小雀，你师傅呢？他能来吗？师傅他临时有点急事，晚点才能过来。王大哥，我们再等等吧。哎，我们能等，三妹不能等。不行，不能再耽搁了，我现在就去古宅。王大哥，不是我不救他，实在是我们三个人加起来也无胜算。况且现在已经是深夜，宅内的情形我们都不了解。你这么莽闯进去，只能是送死。就算要送死，我也不能眼看着三妹受苦。老妖心狠手辣，不知道会用什么方法去折磨三妹。大不了我陪三妹一起死。那我姐姐怎么办？你可是答应过她要照顾她一世，怎么可以就这样不管不顾？傻子，你还坐那干嘛？快帮我劝王大哥呀！王大哥，你就再等等我师父吧，他是世外高人，答应了回来就一定会来。
你们都别争了，我有一个稳妥的方法，既可以保证王大哥无事，或许还可以平安救出静公主。长老，族长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惠夫人，族长修炼的是我族最高的法术——噬天诀。噬天诀本来就难以修成，族长在修炼过程中遭遇关卡，以致内丹受损，险些走火入魔。幸好及时收住，但也损伤了一些修为啊。那族长何时才能醒过来？族长现在是闭息调养啊，最少也需要12个时辰方能醒来，还要有人一直在旁边护法，以防再出差池啊。长老放心，我会悉心照料族长的。您先回去吧，如果有事，我会派人再去请您。告辞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劳烦您出手救出李靖，绝不能让老妖毁了金黄心窍，否则没了心窍，姐姐要怎么度过血月之劫？老妖，老妖，你到底要绑我到什么时候啊？老妖！当然是要帮到你的秦哥哥来救你的时候。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闻到这宅子外面有一股生人的味道。只可惜一晚上过去了，却没有人来救你。可见这人还是贪生怕死啊！包括你最喜欢的人。不，我大哥一定会来救我的，不像你这个妖怪，冷血无情。只怕你看错你的情郎了，他是不会来救你的，他不会来救你的。你的亲哥哥来送死来了。王英，你的公主在这里，在这里。
我来救你。好，我看你有多大本事！老妖，快放了公主！我看你修行1000年也不容易，就留你元神，否则我就替天行道，打得你灰飞烟灭，永不翻身。就凭你区区一人，也想替天行道，真是狂妄可笑！要不是你毁了我多年的真身，我早就成仙了。想让我灰飞烟灭？哼！我先让你的公主挫骨成灰！呀！住手！你欺负一个弱女子，算什么本事？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有本事就冲我来！好！当日你断了我的双臂，今日若你自毁双手，方能消解我心头之恨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快走！大哥，晴儿不要你来救我了！大哥，你快走啊！动手啊！动手啊！怎么，你不敢了？不要啊，大哥！你快走！住手！你不是要我的手吗？行，我给你。大哥，大哥不要！大哥。还真是有情有义呀！我已经废了我的手了，你快放了公主！要杀要剐，我王英奉陪到底！若要赔罪，那需要有诚意。你只是断了一只手臂，这叫有诚意吗？哼，除非你把另一只手臂也给毁掉，我便会想一想，是否放了公主。你出尔反尔！我现在只有一只手了，我怎么废啊？如果你想要它，你自己拿。这种事情，还需要我老妖自己动手吗？我看你还是快点儿，若不自毁的话，我就毁了你的公主！大哥，不要！好了，我答应你。金光速现！老妖，看你往哪里跑！彩雀，彩雀，你怎么来了？废话，当然是来救你的。你先别管我，先去救大哥。金光速现！
事吧？没事。大哥，你终于来了。三妹，不要哭了，没事就好，没事了啊。大哥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要哭了，没事了啊。没想到吧？这柳树才是我的真身。就凭你们几个，还想跟我斗？我让你们连投胎的机会都没有！大哥，大哥，静儿对不起你，大哥。三妹，别这么说，我们结拜的时候说过，要生死与共。今天大哥救不了你，我就陪你共赴黄泉。大哥，累死我了！荒淫李靖，你们毁我元神，我诅咒你们生不如死！三妹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师傅，您总算来了。跟我来。大哥，怎么样？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有。三妹，没事了。三妹，公主，三妹，你怎么了？别动，这怎么了？三妹，既然已经救下了李靖，一定要早日取得他的心，以免节外生枝，夜长梦多。是夫人。我时间不多了，要尽快赶回去。你好好照顾小薇，让她尽快赶到南疆。夫人放心，我一定马上通知姐姐。以小薇现在的灵力，已经很难维持人形。我真的害怕有一天她的身体会撑不住。夫人不必太担心了，姐姐现在有浮生的神力相助，应该暂且无事。浮生？震天神石浮生？是啊，就是他。浮生神君向来冷傲无情，难道他会帮助小薇吗？其实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不过的确有好几次姐姐遇险时都得到浮生相助。我猜啊，他大概是不忍心杀姐姐。想不到浮生也有恻隐之心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要好好的照顾小薇，尽量帮助她。夫人，我已经尽全力了，可是姐姐不领情，她总嫌我多余，想把我丢开。小薇不会的，只是因为小薇她孤苦数百年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在她身边。她如果讨厌你，一定不会让你跟在她身边的。你跟她这么久了，已经知道
他嘴硬心软的个性了吧？姐姐只对人心软，对我一点都不。我知道，你受委屈了。不过，你体谅一下小薇行吗？你要提醒小薇，切莫心软，一定要尽快取得同源一心。夫人放心，采菊就是发发牢骚而已，我必定尽全力帮助姐姐。我当然是信任你，不过我也要提醒你一句，在人间太久，切莫贪恋红尘，像小薇一样喜欢上人。才不会呢，我才不会像姐姐这么糊涂。人有什么好的？一个个都是自私自利，傻里傻气。我才看不上人呢。你这样说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过，要记住我的话。嗯。我刚才怎么想起那个傻子了？难道我喜欢他？啊，不会不会，我是妖，做妖多好啊，怎么会喜欢人呢？不会不会，肯定是因为我们每天玩在一起，亲近一些而已，正常。不是喜欢，不是喜欢，我跟他顶多算是朋友，是朋友。来，我看看，还有啊，别擦了，别管我，我要把它擦掉。三妹，别这么用力啊！来，大哥，你说我这印记怎么擦不掉呢？不会是妖怪附在我额头上了吧？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不行，都流血了，别擦了啊！别擦了，我宁可剜掉它，也许就看不见了。庞郎，你有没有什么化解的办法？会不会是妖魂附体了？不会的，凭我多年的除妖经验，可以肯定，那老妖已经魂飞魄散，形神俱灭，不可能还存有魂魄附体啊。可是我这额头上的又是什么呢？我听我师父说过，妖怪在元神聚会前，会有一瞬间产生一种很强大的怨念，这种怨念力量惊人，多半会形成诅咒，留存于人间。我想，你额头这个印记，很有可能就是老妖留下的诅咒。诅咒？那之后会怎么样呢？妖魂不同，诅咒自然也会不同。我道行不高，单凭这道印记，我也无法判断。你不是捉妖师吗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驱邪解咒的？驱邪的咒倒是有，就是不知道行不行。要不我先试试吧。缚妖伏邪，凶怨消散。去。庞郎，先别念了。怎么样？这应该是正常反应，忍一下就好了。要不我们换一个试试？好，忍一下，别紧张。不尽恨愤，摧散怨敌。停下，停下，别念了。这印记好像扩大了。什么？让我看看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老爷的法力太高了，单凭我的道行，恐怕驱不了这个妖咒。看来要另请高人了。大哥，我不想留这个妖印在脸上，我不想。别担心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彩雀的师傅呢？他刚刚不是帮我们除掉老妖了吗？没错没错，彩雀的师傅一看便是世外高人，他一定会有办法去掉你额头上这个印记的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先离开这里，等找到彩雀再说吧。谁？奇怪，难道是我多心了？庞郎，啊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走吧。
今日之仇，女儿定会让他们10倍奉还。彩雀，你的师傅呢？师傅，他还有事，先离开了。什么？你怎么让他先走啊？老妖都被我师傅杀死了，留在这里做什么？完了，他走这么急干什么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师傅想走便走，要你管啊？不是，彩雀，你有所不知，你跟你师傅走了之后，三妹她好像中了妖咒。老妖都已经灰飞烟灭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老妖死了之后，有一团黑雾从那枯树里面钻出来，好像是从三妹额头的伤口进入了皮肤。刚才庞郎试过用法术帮他驱除，结果反而更严重了。你师从高人，知不知道这个印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师父曾经说起过这种伤痕，妖的怨毒之念会透过最恨之人的伤口附入身体，如同毒蛊，与仇人血气相融，如躯复骨，难以驱除，还可能会恶化。彩雀，那你能不能请那位高人师傅再来一次，帮帮我？彩雀姑娘，就请你帮帮我吧。哎呀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我师父向来居无定所，云游四方。他这一走，我也不知道他又去了哪里。况且师父这次来救你，已经是百忙之中抽身，恐怕一时间难再来。我也只能过一段时间再换我师父试试。三妹，先别着急，既然彩雀的师父能帮我们铲除树妖，他也一定会帮忙驱除你中的妖咒。你身体不好，我们先送你回去休息，等到了镇上再想办法吧。哎，彩雀，彩雀，你师父那么厉害，他是何方高人啊？你没看到我师父一派仙人之姿吗？自然是修炼成仙的仙人了。不过天机不可泄露，你自己知道就好。仙人？嗯。那你看，以我这条件，你师父愿意传授我修炼之道吗？别做梦了，你这榆木脑袋，我师父才看不上呢。哎，彩雀。王校尉，你回来了。王英参见李将军，末将销假回迟，将军恕罪。无妨无妨，回来就好啊。我还以为你回了京城，乐不思蜀，当了逃兵呢。末将不敢。哎，身后这几位是？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好友。公主。无色无味，却开满人世繁华，是甜是酸，这滋味谁能解答？情话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。